关心民生的消息，早餐店这个食早顿，这个牛奶茶，大人讲是上强的下药。有人讲，伊若啉一定的落下。对了，这个代志，营养师就讲出有可能几点的原因。第一是有可能这个边角无清气，第四讲有大肠杆菌，也有可能是对这个牛奶成分较敏感。过来就是这款的古早味红茶，拢会染一款的中药材，叫做决明子，就有润肠通便的效果。 一个龙饼加起司、葱仔鱼一粒汤，再来一杯牛奶茶，冰冰凉凉，安尼倒搭真过瘾。民众早顿一定拢会配一杯牛奶茶，不过真侪人讲早顿店的牛奶茶，逐摆啉就拢会老，敢有影？应该是吧，很多民众有反应的，有时候会，有时候不会辣。应该还好。民众爱啉牛奶茶，不过就伫咧早顿店做临时工民众别消息，拍开底量的容器，发现挂顶面卡真侪垃圾仔，敢若真久无洗肠，会讲唔敢搁啉吗？嘛认为这可能是落屎原因。不过讲一间早顿店的牛奶茶，有的人啉无代志，有的人啉甩啉到落屎。营养师就点出这主要原因。通常早餐店的奶茶可能会有几个卫生的问题。那如果是添加奶精的，因为奶精里头添加的油脂，也有可能会是导致于你拉肚子的一个原因。那另外有一些早餐店里头的红茶，它红茶包里头如果有添加，比如说像中药成分的一些决明子，它也有可能也会帮助肠胃道的蠕动。营养师提醒，民众若是想要啉牛奶茶时，尽量莫买收过大杯，或者是收冰，减少食油脂或者是零糖、味糖，才袂受到受到刺激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